台南市長黃偉哲主持小黃公車紅烏紅十股上線通車儀式，服務南區、林德區、東區以及關廟區民眾就醫、通勤以及車公便利性。就佇咧同一個時間，民粹頂懸也宣布 IKEA 將進駐台南。之前對所謂台南沒有 IKEA 的這種講法哈，坦白講，我們是那時候心裡面是想打臉，但是我們覺得基於跟 IKEA 的這個默契，我們跟他大家合作，同時宣布。終於等到你。過去佇台灣六都當中，台南是唯一無 IKEA 實體店面的社區。市府團隊經過幾啊屆積極爭取，甲密切洽談，並展開跨局處的專業合作。IKEA 選擇咧南紡購物中心做台南的頭一座駐店。IKEA 來台南是一件真的蠻棒的事情，因為這樣我們就以後都不用去高雄了。台南這麼好的一個地方 ，IKEA 這麼好的一個店啊，沒有開在台南，覺得相當可惜。總算盼到來了。我住東區啊，台南等 IKEA 嘛，等真久啊。是講那底東寧路那個地方哦，我比較擔心的就是交通啦。必須呼籲我們的交通局要注意交通的衝擊，以及趕快進行捷運來回應台南市快速發展的狀況。目前 IKEA 也未公布實際開幕時間，未來將陸續公開店面規模甲相關服務資訊。也毋過南紡本地就是台南交通量上懸的區域之一。議員李宗麟建議，除了道路改善，上重要的也閣是加速捷運南線的推動，增加公車、U-Bike 等大眾運輸工具，才會當佇享受利便消費的同時，保障東區更加順暢的交通品質。台南新聞收回採訪報道。